以時時唱。喺乜嘢時候唔可以唱歌咧？有邊位同學知道？喉嚨痛聲音啞。呢位新嚟嘅同學好聰明。嗱，仲有乜嘢時候唔可以唱歌嘅咧？同女同學有關。就係 M 襟嘅時候唔適宜唱歌，原因同喉嚨痛一樣，聲帶充血，一摩擦咧就好容易損傷。今日有邊位同學 M 襟啊？冇就跟我做嗱，冇低，自己感覺下自己下邊。邊度下邊啊？自己嗰度啊，你望住人哋嗰度。我下邊邊度啊？唉，你下邊有朵小菊花，當你吸氣嘅時候咧，佢就收縮；你呼氣咧，佢就放鬆。收縮、放鬆，咁你就發聲。嗱，任何聲都得噶。哦，咁你就發覺上邊發聲同你下邊嘅小菊花係相通。吓，試下咧。喂，呢位同學，你菊花咁嘅口，你便秘啊？我唔係便秘，我腳痹啊！作為老師，我哋幾時先正式唱歌噶？唉，你練好你嘅基本功啊，幾時唱都得啦，吓！誒，繼續，